This is 博伟 ，My name is 陈博伟。立法它是一个专业，然后责任很大，那同时你要反映民意的。我认为现在的立法院跟民意上它有一个落差哦，就是我们里面在很斤斤计较研究一些细节用词的时候，其实对民众来讲是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那你怎么把这个落差接起来？比如说像举最近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对民众来讲，就是我不要给中国人用健保嘛。可是你到底实际上你是要动健保法、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是动移民法？其实那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啊。但是你没有在立法院做出反应的时候，民众只会觉得你到底要拖多久？你为什么不做？啊，谁要做啊？然后又有人在那边乱，你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什么事都做不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立法院的运作跟民众没有办法直接联系，他都必须要透过民意代表去转译。那有些会转译啊，有些转译的过程它就充满了恶意啊，就叫他卖修一个要修啊呢。所以我觉得你与其扮演一个最专业的立法委员，不如扮演一个真正能够把立法院里面在干嘛的事情，平实的，然后不扭曲的讲给民众听。我想这个让民众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难度反而我觉得会比做最专业的立法院高。你像美国，他们最近成立一个剥夺国籍的部门，就是说，你虽然是蛋黄里面的人，可是你讲的话跟中国人一样，我就把你剥夺国籍，来遏制他们里面，这不叫言论自由，你这个叫叛国。你知道美国最近有一个部门，你可以去查。所以你要处理黄安、刘言这种人，你是要处理，你要一个这样的部门。可是台湾很尴尬的事情是，他有可能换了总统，这个部门被拿来批斗，被拿来清算嘛。你可能这一任的时候，他处理这个共匪，然后下一任的时候要处理台独，所以你不知道，你不敢给这样子的一个机关这样的权限，可是美国他是敢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在推代理人法是怎么样透明，让大家可以可受公平。好，比如说你今天在广告或者是在政论发表或者在咨询台上讲9·2共识的时候，你就要注明你的资金来源是什么，或者是你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要写广编特辑好像因为这是中国宣传机器。这个不是台湾应该有的言论。中国到底是本国、外国还是敌国嘛？我当然觉得是敌国，因为他对我们有敌意啊，不然我为什么讲他坏话不能去他们国家？全世界有哪一个我讲他坏话不能去他国家的？所以它本来就存在政治风险跟市场风险啊，它本来就存在的。我们当初只是因为语言相近、文化相近，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去投资。我们的这个进入成本比较低，我们的劳工他们的劳工比较便宜，环境可以破坏，所以我们去投资。出了事情你当然要回来啊，你出了事情当然要想办法解决嘛，出了事情找我们解决，这不是莫名其妙？那你当初干嘛去？那你当初去的时候，我有分你的好处吗？所以这件事情很简单，它就跟投资股市一样，就是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然后这个什么进场前你详阅公开说明书就这样子而已。那我的建议是，当然大家会给不同的建议嘛。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去中国很好赚钱，有些人觉得就保持警戒。我的建议是这样子：趁钱有手，台湾爱狗珍惜生命，远离中国。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台独政党，可是去除民进党，我们认为民进党是相对维持现状或者是潜移默化的政党。明确旗帜的台独鲜明的这个政党，它长期以来缺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会做事的台独政党。所以我们必须，我认为只要把事情做好，包含我们这个很认真质询，然后有表达出选民的心声，然后这个提案的部分、协调的部分，让人家知道立法院的专业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里，就是把事情做好，会做事的台独政党，我想这个是台湾人下一个世代会需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认为其实不用刻意的去，比如说我一定要做多少事情，出多少新闻，或者是每个多久开直播，我觉得那个都是维系关系。但是真正把核心的事情做好，你才有理念扩散的条件。我们下一个就是会做事的台独政党，从会说话变会做事。